阿玲曾經係個樂觀開朗嘅瑜伽老師，佢嘅生活圍繞住陽光、冥想同埋健康嘅飲食。佢深信自己掌握咗內心平靜嘅鎖匙。然而，一場突如其來嘅工作變故同埋一段關係嘅破裂，讓佢陷入前所未有嘅迷惘與失落。佢嘅冥想變得焦躁，瑜伽動作唔再流暢，連呼吸都好似被堵塞。佢質疑過去所學嘅一切，感覺內心嘅光被徹底熄滅。嗰段日子，佢夜不能寐，白日亦如同行屍走肉。一日喺雨中漫步時，佢偶然睇到一株小草從裂縫中頑強生長。佢突然領悟，真正嘅平靜並非冇風暴，而係喺風暴中揾到並擁抱嗰啲不適與脆弱。佢唔再強求自己必須快樂，而係允許自己感受悲傷，同時溫柔地照顧自己嘅內在。佢重新開始練習，唔係為咗完美，而係為咗感受每一次呼吸嘅真實存在。當佢唔再逃避低谷，反而發現呢份起伏先係生命最珍貴嘅禮物，亦係照亮未來迷霧嘅內在燈塔。真正嘅新生命成長唔係追求永恆嘅平靜，而係喺生命嘅起伏中接受、感受同學習，從而發現更堅韌嘅內在力量。